大家好，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讲囡仔感冒，这个主题是我会来甲大家分享，因为我是小儿科医师，最近真侪囡仔拢因为感冒这种问题来病院，这是咱足接看到的问题。毋过咱其实虽然讲事上咧讲感冒，毋过感冒到底是啥物？咱这个病就是爱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啥呢？其实感冒就是几款病毒，毋是干那一款，是真侪款的病毒，伊致使的顶呼吸道的感染。啥物叫做顶呼吸道？就是下骹写的，就是一只病毒。当然毋是干那一只，应该是讲一大堆的病毒。伊走去咱的鼻仔还是喙的内底。走去鼻仔、喙内底会个愈行，搁较深的所在，像讲为鼻仔、喙走去牙喉，上下骹走去声带，所以有人讲话收声，迄就是声带有肿起来，这就是讲话收声。若是走去咱的鼻仔、喙、牙喉、声带，这就叫做感冒，这个所在有发炎。有人咧问讲，若是走去搁较深的所在，像讲搁去下骹的气管，还是讲肺部，这就毋是干那叫做感冒尔，这就是可能是肺炎还是讲气管发炎，这就毋是干那感冒好拄则有讲足侪款的病毒，到底是啥物款的病毒？其实真正是一大堆啦。最近较流行的就是下骹这几种，像讲有片病毒、肠病毒、腺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其实真侪写嘛写袂完。是安怎咱会感冒呢？其实感冒的传染的方式，甲人话着的方式，叫做烂球传染。啥物叫做烂球？烂球就是咱若是咧拍骹唱，还是咧扫的时阵咱鼻仔还是喙脯内底的物件都有病毒，因为这病毒就是咱的呼吸道内底，伫咱的鼻仔喙内底伊病毒会生团，会生出搁较侪病毒，就会伫咱的喙脯还是讲鼻水、鼻屎膏的内底。若是咱甲伊扫出去，也是讲拍骹唱，甲这水喷出去的时阵，病毒就伫内底。若是边仔有一个人，伊的鼻仔、喙还是目睭，摸着咱的有病毒的这种喙脯，还是讲鼻水，病毒就会走去伊的身躯内底，这就是伊传染的方式，叫做烂球传染。感冒有啥物款的症头？其实一个人无可能无感冒过啦，所以咱应该拢知影。像顶呼吸道的症头包括啥物？包括有发烧就是体温会较悬。顶摆咱的主题有讲过，发烧就是体温中心体温超过38度就叫做发烧，咱会感觉规身躯拢烧烧，有当时会畏寒。嗽，因为咱会感觉讲牙喉内底一直有一种物件牙喉痒痒，所以就想要甲伊扫出来，是讲咱气管内底有痰的时阵就想要扫，所以加扫。会流鼻，因为鼻仔发炎，内底有足侪鼻水，所以会流鼻。会塞鼻，塞鼻是因为啥物？就是因为鼻仔黏膜发炎就肿起来肿起来，咱就较无法度喘气，这就是叫做塞鼻。有当时就爱用喙来喘气。牙会痛，牙喉痛嘛是因为发炎，牙有肿有发炎，所以牙会痛。有当时食物件、吞喙烂，还是讲啉水，拢会感觉足痛的。感冒会拖偌久的时间？通常大部分啦，就是7天到10天。所以有当时就是去看病去一间诊所摕药看感冒感冒3天到讲那还未好，搁去另外一间诊所搁摕3天的药食3天真正这病拢好所以会讲这第2间的诊所开的药敢若较有效果，这医生较高明。毋过其实
无一定是安尼啦，当然诊断是有正确无，即个影响着咧药啊，是有效果无。那毋过有当时啊，即种病像讲感冒，伊是一种病毒感染，病毒感染，讲实在伊治疗的药啊，拢是咧治疗症头尔，伊毋是咧甲身躯内底病毒杀互死。啊，拢是咧治疗症头，像讲扫的食扫的药啊，流鼻食流鼻的药啊，有发烧就退烧。啊，伊就是爱遮尔久的时间才会好，7天到10天。那所以食一摆药啊，通常感冒是袂好甲完全，就是爱7天到10天的时间。有当时咱就爱有耐心啊，一礼拜到个半礼拜的时间，这感冒才会完全好去。啊，上噩好的应该就是鼻仔的症头啦，通常发烧可能3天到5天的时间就会退啊，啊，过来扫可能会小可较好，然后听会较好。啊，毋过可能到一礼拜以后，啊，就啊，搁有一寡人，啊，搁有鼻仔塌掉的，还是讲伊伫流鼻的症头。啊，感冒爱安怎才会较紧好？拄则有讲啊，因为感冒其实伊就是一种病毒的感染，啊，病毒伊甲细菌无共款，细菌咱爱注抗生素才会当甲细菌杀互死，啊，毋过感冒毋是，感冒是病毒，啊，大部分病毒其实就是无药医啦，啥物叫做无药医？就是伊无一款药啊，毋是讲注射了即种病毒的袂伫咱的身躯顶个生团。无即种会当杀死病毒的药啊，啊，所以其实食药啊，就是互咱较爽快，啊，咱爱叫加休困，莫伤忝，啊，食一寡感冒药会互咱身躯较爽快，像讲较袂烧到遮尔悬啊，扫会感觉较好啊，然后较袂遮尔疼，啊，民间其实真侪人啦，尤其是大人，较会讲啊，感冒的时阵想要去吊大肠，还是讲去注射一寡有诶无诶，其实这对一般的感冒拢是会当讲无效果的。吊大肠到底是吊啥物？其实大部分咧吊大肠内底就是水尔，就是水甲一寡盐分。啊，水甲盐分讲实在，若是咱会当用食的食物件，就比吊大肠吸收的搁较营养，毋免超工去吊大肠直接注去血筋内底。除非讲咱真正因为感冒然后伤疼，无法度食物件啊。有身躯欠水，就是讲喝水的即种可能，还是讲放尿放少少咧，因为无法度啉水，然后伤肿啊，安尼才有需要去病院吊大肠。啊，若是一般的感冒，咱要搁有法度食物件、啉水的时阵啊，讲实在是无需要去吊大肠。啊，注抗生素就是这是为着细菌的感染，若是一般的感冒啊，干那病毒感染，伊无并发症。无细菌的感染，注抗生素其实是对病无效果，而且会制造抗药性，就是以后你身躯顶的细菌就会惯死有即种抗生素，啊，伊的抗药性会较悬，以后若是真正有细菌的感染，啊，要注抗生素的时阵，可能就要注搁较强的抗生素，才搁有效果。感冒咱有讲就是顶呼吸道就是到声大为止的病毒感染，毋过伊嘛是有可能会有并发症的。有啥物款的并发症？通常感冒虽然是病毒，啊，毋过细菌会伫咱身体较死的时阵，咱的身躯咧发炎的时阵啊，咱呼吸道的细胞就较无法度抵抗外来的细菌，所以细菌会趁咱身体较虚的时阵，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会造成感染。啊，若是有细菌的感染，就甲一般的感冒无共款，就爱用抗生素来治疗啊。啊，较常看到的并发症的细菌感染有像讲肺炎，肺炎就是细菌伫咱的肺部的感染，所以毋是干那顶呼吸道啊，伊是走去下骹下呼吸道啊。啊，中耳炎，是伫咱耳仔内底，咱耳仔有几个部分伫伊的较中，就是咱的叫做耳仔内底有一
沾膜，这个膜啊叫做耳腔龟啊，迄耳腔龟啊内底就是中耳，啊中耳内底有积水有发炎，就叫做中耳炎。为什么感冒的时阵会有中耳炎？就是因为咱耳啊中耳到咱的呼吸道就是喙啊鼻啊，迄有一条管啊，啊这条管啊若是细菌为这条管啊走去咱的中耳内底，就叫做中耳炎。啊，佮有鼻啊，鼻啊内底其实有几个结构，伊是一个腔，啊，这几个腔叫做耳孔啊，这耳孔啊内底啊，若是有细菌走入去，啊有发炎，就叫做鼻道炎。鼻道炎，其实有另外一个词叫做生鼻梁，生鼻梁甲这鼻道炎啊，真侪人会语袂清楚，后来。应该讲生鼻梁，生鼻梁甲鼻道炎有啥物无共款？我看有人是讲生鼻梁是鼻仔内底有生一寡蓝山肉，啊叫做生鼻梁。毋过生鼻梁嘛较常造成鼻道炎。啊，毋过感冒的时阵，若是细菌走入去鼻孔仔内底，就有鼻道炎，迄就是迄个所在发炎啊。啊，有人面啊、鼻仔边啊，迄面若是讲头壳遐啊、额头遐，你若是甲伊刺落会痛，若是讲你流鼻会有一寡膏膏青色、黄色的即种鼻膏，啊，而且这鼻膏即种色的鼻膏有冻一礼拜以上，安尼就爱怀疑鼻道炎，尤其是若是正常有感冒后来有即种症头，佮有发烧，安尼就爱怀疑有鼻道炎。啊，即三种状况应该是感冒的上接发生的并发症，啊，即三种状况拢爱用抗生素来治疗。好，啊，咱囡仔上接感冒啊，尤其是可能3、4岁去幼稚园以后啊，2、3工就发烧啊，还是讲即摆的感冒好去，啊过一礼拜，佮互人话着佮感冒啊，啊，咱会想讲到底啥物时阵一定爱紧带来病院看，可能就爱来挂急诊，就是伊危险的症头是啥物？第一就是会喘，因为咱若是干那顶呼吸道的发炎，就是鼻仔、喙，还是讲声大以上，这无影响到气管甲肺部，所以通常是袂喘。啊，毋过伊感冒若是有并发症，伊气管有发炎，还是讲伊肺部有发炎，啊，这囡仔就会喘。若是会喘的时阵，咱就爱做细致，要安怎观察看即个囡仔是会喘，咱就爱看伊喘气的速度是偌紧，啊，佮伊喘气的时阵是偌大力。若是囡仔咧喘气，会足大力的时阵啊，你会看伊喘气的时阵，伊伫咧点头，啊，佮会当看伊就是伊的颔棍啊下骹到胸坎仔顶悬有一个拉落去的迄个所在，即个所在若是咱喘气蓄气的时阵，拢会一直拉落去，安尼就代表讲伊是会喘的。啊，佮会当看咱胸坎仔下骹鼻仔骨下骹到腹肚顶悬即个所在，若是咧喘气的时阵蓄气的拉落去，安尼就代表讲伊是会喘的，伊喘气的爱足出力的才有法度喘气。啊，佮来就是讲，咱若是看囡仔发烧啊，发烧的时阵，逐个人拢是神无活力，啊，会足爱困的。啊，毋过若是互伊食退烧药啊，还是讲伊发烧，通常一般发烧拢是一针仔，啊，等伊退烧的时阵，若是也是完全无活力，无想要食物件，还是讲伊对伊有兴趣的代志，伊拢无想要做，安尼就代表讲伊是怪怪，因为通常囡仔伊的体温较正常，退烧的时阵也是会有活力的，若是伊的病是无讲足严重的，伊应该退烧的时阵是有活力。那退烧的时阵无活力，就是一个危险的症头。好，搁一个就是若是一直吐，这嘛是无正常。虽然吐有足侪原因，像讲感冒相关的吐，有人就是扫，若是伤严重会扫甲吐，一直扫，腹肚出力，啊，所以食落去的物件就吐出来。毋过通常这种状况，伊过一阵仔也是会想要食物件，啊，伊应该袂逐顿拢吐，若是吐甲伤济啊，一直吐，拢无法度食物件，这嘛是一种危险的症头，这就代表讲伊身躯
惊水分伤少，就是有喝水的症头，这是一个。搁一个就是惊讲，有当时啊，这病毒影响到咱的全身躯，也是讲影响到脑，咱的身躯嘛有一种反应会互咱吐，身躯伤无爽快的时阵是会吐的，所以一直吐一直吐，这嘛是一种囡仔危险的症头。好，搁一个就是慢寐，医学名词是讲 seizure，这是啥物意思？慢寐就是咱脑内底咧乱放电，这就是慢寐。啥物时阵会有这种状况？甲发烧有关系，就是有人的体质，若是5岁以下的囡仔发烧烧甲伤悬，脑会黑白放电，这就是会有慢寐有抽筋的这种状况出现。这当然就是爱送病院来观察，爱确定这是良性的，还是这是有问题需要处理的。良性的是一种体质，迄叫做热慢寐，就是讲伊咧发烧的时阵，伊的一种体质会有慢寐的状况。毋过有的发烧啊，其实是脑内底咧发炎，就讲脑炎还是脑膜炎。是这种的毋是良性的，这着爱注一寡抗病毒的药啊，还是讲注抗生素，嘛有可能爱去抽量骨水去确定内底是有感染有发炎无，这着毋是一般的状况，所以若是发烧的时阵、感冒的时阵有慢寐这种症头出现，嘛是一定爱带来病院看，确定这是啥物款状况。好，要安怎做较袂感冒呢？其实就是咱爱避免感染啦。咱拄则有讲，这就是烂手咧传染的，所以其实就是接洗手、挂喙烟，无搁较好的方法，因为这就是一种病毒。所以咱2-3当前，这 COVID 就是讲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的疫情开始以后啊，咱逐个人拢挂喙烟，伫幼稚园内底嘛挂喙烟，大概是有2冬的时间啊，感冒拢变做足少的。毋过当然，咱嘛无法度一世人挂喙烟，所以为旧年应该讲前年底到旧年到今年，其实这感冒拢变做足济，可能嘛前一阵啊，大家拢较无感冒过，病毒着趁解封以后，这个时阵大家拢无挂喙烟，着走来咱的身躯顶，因为咱嘛一阵无接触这种病毒，所以有当时感冒嘛会较严重，嘛有较济款的病毒咧，互咱感冒。好，啥物款的状况爱带囡仔去互医生看？第一当然就是出现拄则讲的这危险的症头。搁一个就是若是发烧的时间真正伤久啊，一般就是超过5天以上啦。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2-3天若是一直咧发烧，拢会挡袂牢，拢会带来互医生看。毋过若真正发烧超过5天，是建议一定爱带来看，因为有诶毋是病毒感染会发烧，会烧较久，这着爱互医生来确定是啥物款的状况，敢是干那一般的感冒尔，因为一般的感冒较袂烧超过5天，所以爱带来互医生确定。好，即摆的分享就是讲囡仔感冒，就到遮，多谢大家。